性相才能够如如，性相才能够如如。这个能手要记住，因为能，这个能就是叫偶像，这个手这个我想印象，这个名叫做心，这个手叫做境，叫做心安境，咱头会活动。所以能手了后，能手伊有一个锁定来做一个有种形象，这点咱来了解。有种形象了后，就是加上这个事情的造成。重心的分别，因为有一个面点有锁定，零锁定了后，这个分别，这个叫做直觉，受教叫做直觉。好，那安尼你有一个锁定，你有一个能手变化距离，那安尼你重心受教，你绝对有啥所以这导弹有效果。因为你有一个能手，啊，到有一个能得到手的，因为这个面点里面。一个爆料，这个里面呢，达到平衡，因为这个后面，一种里面的哦，这个是意见会很高的哦，所以一，但是这个反向世界，这个烦恼世界，咱若无真正去除咱烦恼，咱若无真正克服咱的能力，咱若无真正把咱内心的梦想直接来去掉。所有你的本来富有的规定理体完全的来造成，咱可能你要人偶不断，那你像我不断，那虚不虚快，那你重心来这当中，那人来的就是也能够，你能够你这标准，参考你那的争夺、争取那些塑像的玩具，弄得到经过了解表象的玩具，于是，咱想讲诸位，遐玩具了你话容易无？无囡仔人就一时不会，一时不会以前讲，伊个玩具就是心中要想看爱，但你互你来，可能想个比如，一杯汤啊，较少朋友，遐汤啊是遐囡仔想看爱的物件，伊记得汤啊当中好唔食，但是伊唔知伊今日即块黄金会当买偌济汤啊，会当买偌济金，因为囡仔要抢，囡仔要抢汤啊，囡仔有要抢黄金。无钱，咱今日坐伫即个前辈遮，恁若搁要抢汤啊，无要抢黄金，可能恁头发咱的头发显得讲，因为你本来头可能好你囡仔形象，好你囡仔形象，爱去做汤啊，你唔知这是点回答。那今日你如果哪个你家有所得，有能得，有所得，咱今日你表现下争取夺取，咱完全是在那里抢汤啊。咱阿多你在抢汤啊，完全你无比迄个所谓的迄个黄金的意见，你没有办法达到，你完全达到明定理解这个物件，所以咱一定要爱财，咱一定要力量。这是叫无上修亲的妙法，无上甚深的妙法。这个妙法是不是用文字能够去诠释的东西？它是一个绝对法，它不是一个相对法，它是一个新鲜的法，能够去降服你一切妄想取转，就视线你那一个具有的一个德性出来，那个明远上面，你那个明远上面就跑出来了，平等。没有对立的离体就跑出来了，哦，所以我们上9点半在下期呢可能还有在一次的相聚20分半再相聚，那因为我们晚上有我们的美来来了相聚好。到这里做下面是很辛苦问你，你这个是平等，你这个思想的离体也跑出来了，你因为我的讲话，你这是你在思想很高兴见你，以为真多点口在旁边，心里没想所以我还是
处是我们希望对有个证明，还有个什么什么一无妄一无就是无休假，修一切行法，无休假，修一切行法这好处，对于修一切行法，这边还没有什么啥好的，是我们受的行法就是行法，你们你经典的两个，很多才艺。无才见，我们法就是要生根，法就是要深进去，要去了解它怎么样。所以真正的法不是用语言能够很简单的去阐述。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无可奈何所讲出来的。我喜欢说这我若说法，众生可能死在路上。我如果不说法，众生可能死在路上。说法众生在法上所以我怎么很要说的不行，不说的不行。所以今天就是勉强说，但是不要至少就好。那我们刚才这一段，是否能够先跟大家先到现在这个对象现在不现在？杨老师准备好学习者嘅，能够来到唔对。对不对？方便。杨老师准备了吼，助理反正就是各位见面，大家准备啊。因为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啦，因为咱讲叫做金刚经嘅做断经嘅种关键金刚经和六祖坛经有关系的金刚经就是要破相破相它只有少不利的只破不利相六祖坛经伊重点就是讲无相、无量、无住六祖坛经三个重点：无相、无念、无住因为对今仔日因为要讲的这个叫做迄啥物名说叫无静心明心的精的来清净人的转世成智人的586口音转已经达到那个佛满功课完满。即马互咱咧想讲迄个无相，可能就是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相的部分无相无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再来即摆来讲无念无念咱就互我就想讲想到讲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迄见见地的问题迄层次佫较广比迄个相的层次佫广无什么无世见比那个无世相的层次更高境界更高即摆来讲要无助因为这重点金刚经》的经验的重点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的经验重点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迄个是真重点咱来讲无所住，就是已经无执着咱一般的执着咱咧听咧法师咧讲做第七识，咱的意识的根源第七识原仔识我们一般会执着，就说因为是有这个前七识比如说我们说七识是统领前面六识也有鼻舌身意识这六识里面的意识最强的识本来是有辨别的作用的咱咧讲迄个六识咱念必识心意识意识咱像一个讲做工的工头还是你公司内底经理你管咧工人
毋过背后还佫听，什么机要秘书了还是啥物当年啊当时变太太当年这位，这个想着唯一的这莫那氏咱若军中嘛是爱着迄个兵兵咱若看高中的时，话拢会传迄个圣旨大官拄着迄个着圣公的这种外官太监摕着圣旨来嘛是爱为咧讲的这圣旨的可见那个令那个圣旨很重要这传令就像那个第七世，那是第七世莫那氏就像那个传令的机要秘书的这个很重要的如果咱假传圣旨，像那个咱宋朝名将也会叫勤快奸臣害死，现在收到那个13道金牌令这是假的令圣旨咱一般讲给请记可能有很好叫讲的咱个想讲来当第七性义根莫那氏把它变成平等性平等性是心无病它的转染成净的从6、7下手的嘛那6、7里面7又是头嘛那个根源嘛正本清源所以第七性莫那性它也受到变平等性地心无病专念心地传染成净平等性质心无病咱就是我咧讲的讲迄个做无所住啦咱第八识自然就无所执着嘛咱咧讲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讲含藏所藏能藏能的所呢能藏所藏还会直藏最主要的是讲第七识执着第八识以为我一般古早时代做人太太是不是以伊的先生为依靠当时丈娘是爱以伊的当时丈为依靠所以的经文是讲第6、7地下手，然后5、8自然就会清净圆满了讲6、7因中先转了5、8自佛乃圆5、8我地的时候那个圆满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讲无常、无量、无住来做大经的重点3部分拄配合，咱咧金刚经咧，佫配合这专心心意咱一般咧讲就是去脾气摆毛病就是讲超凡入圣就讲格物致知就搞咧讲转染成净咱儒家咧讲超凡入圣，咱较容易了解啦可能讲真是唔对啦现在得到了解了谢谢。那边的80三星传出去比三星传4就这传的我们见这种后来有好经变那做他干嘛有过这个变所以呢，如果在求的可能会直接康复所以呢，你们负责那个造出有定性的新闻你们做比给做好的但你这样想清楚这个数据，为三星专数据也搞不起对有期这个严重在那上传，为你这是一定不可怕，来讲，这个叫做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个一定不可怕，叫做无穷精密精感，这无穷精密精感来讲，基本上来讲呢，我苦就要1000。
因为咱个理念，所以咱闹对。而且无理念的哦，一个取好，所以呢，最主要，虽然咱已经每一个人负一个迄个叫做台湾敬帝，哦，迄叫做圣情，迄个圣情就是所以你已经负责这个物件，这是不可置疑。啊，所以呢，今日啊，就是无被救赎，所以咱今日无少着一些想法，无少一些想法来慢慢的达到，就到达到咱迄个无上清净行，哦，安尼咱按道六道轮回好，所以今日咱修法，但是咱今日爱行。行，啊行就是你咱往过去的动作动作要面对，基本上的动作，上盖歹修，就是这方上歹修。哦，免讲有时边，哦，免有时间，免有心态，不生不息，已经讲这个三定论的这个如是，那个什么呀？哦，对对对。这个如是，它并定不难理解，官方思想，西方并定，这个理解，那个这个思想，这个如是，基本上这嘛是讲这个思想。哦，专业层面是的，你的如是比